我最後呢，我來欣賞伊位個嘅作品啊，山歌經過傳統嘅改編啊，加伊位搖滾嘅曲風，我眼呢一條歌呢有冇同樣嘅感覺。係哦，俺記得哦，下禮拜強者時間，我記得欣賞客家小農人客 music， 走啦，拜拜。什麼很強哦？衝條山歌俾你彈下，彈我過路，幾好彈你。你係咪